我哋嘅培訓導師課程係根據英國 ITAC 導師課程嘅規範編寫嘅。只要你有一技之長，不論你係專業嘅紋繡師、美甲師、彩藝師、化妝師、美睫師、髮型師等，我哋都會教識你點樣將你嘅專業技能編寫成為一個課程，將你打造成為一個專業嘅培訓導師，仲會幫你對接唔同國家嘅法證機構，等你唔使再煩惱冇國際證書頒發俾你嘅學生。而你完成課程通過評核之後，就會得到一張國際註冊人才庫協會嘅導師證，仲可以銜接多個國家嘅導師證書，包括英國、韓國、台灣、ISO 9001導師證書等等，都可以一次過攞到添。務求一個課程就能夠提升你嘅專業形象，增加你嘅競爭能力。